中醫嘅基礎理論係陰陽五行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對應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腎，歷經數千年，源遠流長，博大精深。當中嘅專業名詞、遣詞用字，蘊含經典古人智慧，字裏行間結構嚴密，銅牆鐵壁，天衣無縫，滴水不漏，毫無破綻。醫師診症可以講得上係立於不敗之地。呢種咁犀利嘅國寶級非物質文化語言藝術，絕對要介紹俾大家好好欣賞一下。成日都聽到有人話西醫嘅治療方法係治標唔治本，血壓高就食降血壓藥，有腫瘤就切咗佢，有細菌就用抗生素搞掂佢。呢種醫治方法只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治標唔治本，冇解決到根本問題。表面好似醫好咗個病，但係之後個病會再次發作。而中醫理念呢，就同西醫相反，着重治標治本，唔止醫好個病，直情講到好似以後唔會再病咁。呢個世界如果有醫生嘅醫術可以治標治本，令人以後都唔會再病嘅話，呢種唔係叫做醫術，係法術，係神蹟。就算頒個諾貝爾獎俾佢，都彰顯唔到佢係幾咁犀利。扶正驅邪嘅意思係養好身體，等身體回復正常功能，驅除入侵身體嘅毒素，同埋清理壞咗嘅嘢。最常見嘅中醫建議治癌方案就係先由西醫檢查確診，經手術或電療化療，然後用中醫中藥扶正驅邪，改善患癌體質，減輕西醫電療化療嘅邪毒副作用。既然中醫中藥扶正驅邪咁犀利，點解又建議病人要先由西醫檢查確診，再做手術或者電療化療呢？直接用藥扶正驅邪咪得咯？你連確診都做唔到，又點會咁犀利可以扶正驅邪呢？即係等於你想由旺角去尖沙咀，連東南西北都唔知，你點會去到尖沙咀呢？既然我睇完西醫已經好返，咁我仲使乜去睇中醫呢？冇錯，就係因為扶正驅邪呢4個字好似晶片咁植入咗你個腦，你就硬係要睇多幾次中醫先至覺得舒服。中醫認為健康即係身體各方平衡，不寒不熱，不虛不實，不陰不陽，咁就為之最好。一旦有偏差，身體唔平衡就係病發嘅原因，所以想健康，日常就要養生調理，保持身體各方平衡。咁即係冇病嘅時候要養生調理，因為要預防失衡；有病又要養生調理，因為已經失咗衡。任何時候都要養生調理。你食包薯片，飲罐可樂，身體就會失衡，因為薯片燥熱，可樂寒濕，身體失衡就會病。咁即係你失衡嘅機會係100%。講到個人好似豆腐咁孱弱，日日都會病咁。中西合璧嘅意思係，雖然中醫本身已經有過千年傳統智慧，不過如果你用埋西醫嘅科技呢，咁就如虎添翼，雙劍合璧，無往不利。你話呢種講法係咪好完美呢？不過如果你有睇武俠片就知道，通常係一個人唔夠打，所以先至要其他人雙劍合璧嘅啫。同埋點解成日都係中西合璧嘅呢？但係又從來冇聽過、冇見過西醫話要西中合璧嘅呢？到底乜嘢係本，乜嘢係玄呢？唔同人有唔同答案，10個中醫有10個見解。
冇人肯定到乜嘢係本，冇人確認到乜嘢係玄，一大堆理論莫衷一是。總之睇完中醫，食完中藥就可以固本培元，聽到已經覺得好勁，勁到好似可以滿血復活咁。呢啲冠冕堂皇嘅詞彙字眼，就係藝術之中嘅藝術，好似印象派大師啲名畫咁，隱隱約約、朦朦朧朧，好似係又好似唔係咁，真係吹佢唔脹，拍爛手掌。響中醫界被奉為醫聖嘅中醫大佬張仲景，於東漢末年編撰《傷寒雜病論》，呢套被譽為中醫學最重要嘅經典，後人從中概括咗一套辨證論治行醫理念。雖然經過2000年流傳，中醫辨證嘅準確性仍有差別，單靠醫師陰陽五行主觀去判斷診症，因此導致唔同醫師對同一病症出現結論不一情況，甚至係建議病人先睇西醫，確診之後先再睇中醫。而最有趣嘅係辨證論治呢4個字本身已經好似美術館入面嘅藝術品咁抽象，唔同嘅醫師有無數嘅解釋同領悟，確係堪稱國寶級非物質文化語言藝術嘅典範。